边呢。原来这个下载失败是因为网络中断了啦。有在直播呢。没有要上传吗？只是要看这些字啊，要看这些字啊，没有要上传，只是要看这些字啊。电机的构造有马达的大小齿轮啊，转接嘛，大小齿轮就是马达的轴心的加个小齿轮，再加就可以转方向，接上大齿轮，齿轮，大齿轮的底部啊，加个椭圆形铁板。这个马达一转动的话，你看大齿轮也在转啊，然后跟它连接在一起的椭圆形的铁板，也会转啊。因为是椭圆形的，所以它就会造成有推拉的功能。所以这个连接滑杆的那个金属板底座了，就好像飞机跑道啊。所以你看哦，滑杆滑道结合底座金属板，还有滑槽，你看有滑槽。然后这个马达一转动，你看那个带动大齿轮，然后再带动那个椭圆形铁板，然后在转动的过程就会撞到那个金属板，但是金属板要挖个凹洞，半圆形的就可以了。也不是正确的圆哦，是有点椭圆，就是有个凹洞的空间呢，让它那个椭圆形的铁板能够在那边动了。你看椭圆形的铁板左右方向的时候，上面看到凹洞；转到上下方向的时候，上面就看不到凹洞了。原则上是这样，就这样产生了长距离、短距离。因为椭圆它的那个圆心是左右各一个，是这样吗？不是叫圆心嘛？还是两个中心点啊？也是叫圆心吗？忘记了。那转动这个影片呢，制作者说偏心轮了，偏心轮，曲轴，弯曲的曲轴，轴承的轴，曲轴的观念。只要这个椭圆形的铁板在转动的时候，就会撞到金属板底座嘛，所以要有个凹槽，让它在里面那个碰啊，椭圆形铁板在那个半圆形凹槽里，那个空间里面碰左了，碰右了，碰左碰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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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碰左碰右不会碰上吗？要挖个凹洞的，上面比较高啊，所以呢，它不会碰到上面的，它左右边就会碰到啊。要设计成让左右边会让这个椭圆形铁板碰到，碰前面就是前进，碰后面就是拉回来，推拉推拉，这样就加上锯子啊，这样就可以锯东西了，就电动的锯子啊。